意外時可以做什麼？昨日午飯之後如常去搭車返工，途中一切就好似平時咁樣咁寧靜，也沒有為意巴士埋站上落客。今次埋站停咗落嚟冇耐，車長上嚟想詢問有冇人受傷，接着的內容我聽得不清楚，意思大概係因為撞咗車，大家可以坐着等公司另一架車來。當時上層有乘客繼續坐住不動，也有乘客起身走落下層。至於我，就本着八卦，想睇下係點樣嘅撞，有冇人需要協助。當我走出咗車外，見到有不少嘅乘客已經落咗車，企咗喺處，大部分人都係安靜喺處等。不過有一個揸住拐杖嘅阿伯，我估佢都有70歲，企咗喺落車閘口。佢中氣好好，聲音嘹亮，大聲喊叫，話個司機唔同佢講發生咗乜嘢事。另一個我估佢50歲左右嘅師奶，即係人稱所謂大媽，佢企咗喺車站，面向着落車閘口，都係聲音宏亮，大聲話個車長冇叫佢哋應該點做，又大叫話個車長冇叫公司派車來接人。阿伯同大媽好似唱雙簧咁，講咗都有分幾2分鐘咁耐。不過在場嘅其他人都冇理會佢哋兩個。喺呢2個人嘅叫囂之下，車長表現冷靜，一直企喺車頭等候援助嘅同時，話可以幫有需要嘅乘客至其他巴士免費趕路。車長雖然有同大家講下一班車在6分鐘後便到，但係嗰個大媽好似聽唔到，有時又會大聲話做乜唔叫巴士公司派車來接呢班車嘅人？點解幾十人裏面會有2個大叫大喊嘅人出現呢？我唔知佢哋心裏盤旋啲乜嘢，從中醫去理解呢2個人。如果唔係心理質素同埋人品嘅問題嘅話，佢哋可能係中醫所講嘅腎陰不足、肝陰虧虛嘅不耐煩。有時候遇上意外嘅阻滯，不妨靜下來，細意感受一下自己仍然係身處平安嘅境況，亦可以平靜下來觀看周遭的人生百態，話唔定能夠悟出人生道理，對來診者嘅理解增加，話唔定會有幫助㗎。